小人讲阮无妈妈，人阮是妈祖的囡仔呢。有些人可能早就忘了自己的生日，很多人不记得自己几岁了，也很少替自己庆生。但只要到了农历3月23日，大家却会不约而同往同一个地方走。有人准备寿桃，也有人准备鲜花，也有些人只是安静地站在妈祖面前，说一句：“妈祖婆，生日快乐！”这一天，庙里的人潮不是因为流行，而是一种台湾人藏在心里很久的感情。我们可以忘了自己的生日，却从来不会忘记妈祖婆的生日，因为咱拢是妈祖婆的囡仔。大家吃平安啦吼，妈祖婆的红娘。